法务部长陈明谦今仔日立法院备询的时表示讲虽然诈骗的案件阁真多，也毋过打击诈骗的效果嘛已经有咯，继续拍拼应该真紧就有成果哦。最近阁有诈骗集团假做是邮局利用来，也是讲假领包裹的通知来诈骗民众。一个长头毛的查甫人伫车厢内底甲人车拼，台中济运发生随机攻击的案件，较在有伊路见不平斗相共。家家都爱嫌犯压掉咧，不过伊的面有受伤，目前住院治疗，即马阁去互诈骗集团注意到。代志发生无到半工的时间，就有不法分子假做是台中济运长头毛的查甫人发简讯，讲伊咧甲歹徒车拼的时阵，皮包锁拍无去，就急爱用钱，抑阁欠5万。不过本人亲身背回讲，伊并无欠医药费，诈骗毋若是出头真济，港骗的手路更加是800款。假冒邮务机构投递公文书啊，那上面就会写诈骗集团成员的手机号码，用来诈骗民众，像姓名、手机电话号码等个人资讯啊。骗讲配送有各样，要求爱敲电话找专员，用假的招领单以外，有民众接到邮局用来通知，警方提醒，这拢是诈骗。早期的问题若一日无解决，民众就有风险，财务损失嘛愈来愈吃力。这嘛引起立委的关注。真正家纸，迄只买的家纸一直咧生卵，迄只你唔甲拍好死，下底遐细只家纸安那拍嘛拍无死，拍死嘛无路用啊！诈骗集团还是一样开着超跑，住着豪宅，这种相对剥夺感，还有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是很大的。有立委建议讲，为银行、第三方支付、加密货币相关口座的监控，拢爱提悬管制。有立委质疑讲，掠诈骗无对症落药，大部分拢敢若掠到下底细汉的，就算司法审理判重刑的比例嘛拢无悬。不过新任的法务部长陈明谦日头一届以新的身份备询，强调掠诈骗已经有掠到大尾啊。这个整个高原期，我们已经进入到整个诈款的一个核心了。那我想这一套的一个打击的一个策略跟做法，我想已经发生成效。面对诈骗的问题，法务部表示会继续来拍拼。新政府520上任了后，会交出什么款掠诈骗的成绩单，受到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